拉萨林林总总的商铺中，属茶馆的比例最大。规模较大的茶馆能容纳数百人同时饮茶，小点儿的茶馆就只有几平米。在藏语里，甜茶馆被叫做甲康。在一条不过50米长的巷子里，就能看到数家各式各样的茶馆。即使在拉萨生活多年的本地人，都不一定能把拉萨所有的茶馆都去个遍。可见茶馆对于拉萨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在拉萨，甚至整个西藏，人们每天都离不开茶。光明茶馆在拉萨属规模较大的茶馆之一。厨房里，师傅们正在制作藏面等小吃，已经做好的甜茶在炉火上沸腾着。光明甜茶馆实行半自助式服务，进来后自己拿一个茶杯，然后找个位子坐下，这时会有服务员走过来为你倒甜茶。付钱的方式也很特别，你只需把零钱放在桌子上，服务员倒完了茶，便会自己拿走应付的茶资。而像这样的老字号茶馆，江苏路上还有一家革命茶馆。这家茶馆虽然没有光明茶馆那样的规模，也不如光明茶馆那般具有浓厚的市井气息，但是一大早这里一样会汇聚众多喝茶的人。仓姑寺茶馆，拉萨一家很特别的甜茶馆。为何特别？只因它是一家寺院的副业。仓姑甜茶馆是院子里的一个露天大棚，用栅栏与寺院隔开。每天在八廓街转经烧香累了的人们来到仓姑寺转经后，都会从侧门进入院子里的甜茶馆里休息聊天，那种惬意很是令人羡慕。这里还有很多来自山南、日喀则甚至阿里一带前来朝拜的人们。日光城拉萨最不缺少的就是阳光，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都是时间的富翁。人们总会抽空找个地方晒晒太阳，喝喝甜茶。无穷的味道，恒久的记忆，美丽的传说，茶已经成为了高原人民挥之不去的惬意。